歡迎大家參加澳洲傷健家庭福音團契2022年第一次嘅網上聚會，喺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悉尼市向大家播出。由於新冠病毒變種疫情嚴峻，我哋為咗參加聚會嘅人士嘅安全，所以我哋將實體聚會改為喺網上舉行。請大家同心為今日嘅聚會祈禱。親愛嘅主，感謝讚美你，你保守我哋有生命氣息，喺呢個前所未有嘅新冠病毒疫情期間，讓我哋仍然能夠奉你嘅名聚會，將你嘅福音傳俾傷健人士同埋佢哋嘅家人，讓佢哋能夠接受你，成為佢哋嘅個人嘅救主，得到永遠嘅生命。我哋將今日嘅聚會從頭到尾都交喺你嘅手裏，帶領一切事工嘅同工、領詩同埋講員，同埋所有參加聚會嘅會眾、弟兄姊妹、朋友，同感一靈。以上簡短嘅禱告係奉耶穌嘅名求，阿門。以下係領詩嘅時間，願你嘅名得讚美。
我心中憂慮，凡事有主恩伴隨，救主基督在我心，定能賜予安慰，團契裏坦率相助，可用分彼此，信心盼望和熱愛同在這裏一再，照真理行事，實踐主心意，要彼此相愛，彼此包容，靠真理行事，盡發揮恩慈，並要一心一意靠賴你，除去我心中憂慮，凡事有主恩伴隨，救主基督在我心，定能賜予安慰，團契裏坦率相助，可用分彼此，信心盼望和熱愛同在這裏一再，照真理行事，實踐主心意，要彼此相愛，彼此包容，靠真理行事，盡發揮恩慈，並要一心一意靠賴你，並要一心一意靠賴你。係弟兄姊妹朋友平安，弟兄姐妹朋友平安。好歡迎大家啦，係參加咧係今日家福團契嘅網上直播嘅聚會。很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家福團契今天的直播聚會。咁其實家福團契今年嘅主題係苦難中嘅喜樂。家福團契今年的主題就是在苦難中的喜樂。咁咧今日咧係我都係用呢個題目嚟，但係同大家去分享啦。今天我也是用這個題目來跟大家來分享。咁就好開心咧，就婷婷幫手今日做翻譯啦。很開心，我們都有團隊一起來侍奉。係啦，冇錯啦，阿 Abby 幫手直播咁樣嗬。還有 Evan。嗱，咁其實咧係我哋講苦難唔陌生㗎。其實我們講到苦難是一點都不陌生的，因為咧我哋都係真係喺苦難當中咧嚟到生活緊。因為我們也是在苦難當中來生活的。咁好明顯啦，而家嗰個嘅疫情真係好嚴峻嗬。很明顯的，現在疫情是很嚴峻的。日日嗰個嘅case 咧都過成3萬幾接近4萬啲收入。每一天那個個案也是超過3萬的。咁我哋亦都咧係見到好多嘅家庭嗰啲嘅關係咧係破裂嘅。我們也看到很多家庭的關係也是破裂的。咁好多人咧係突然之間咧係患病啦，仲係重病嘅。有很多人突然間患病還是重病。咁突然間咧又冇咗份工嘅。突然間也沒有工作了。咁其實好多嘅苦難嘅。其實很多的苦難。咁喺咁嘅咁多問題嘅一個嘅世界，在這個充滿問題的世界裡面，咁人點樣可以仍然有喜樂呢？那人怎麼可能仍然有喜樂呢？其實得㗎嚇，我又介紹啲人物啦，佢哋係好苦難，但係咧佢哋又好喜樂㗎喎。其實可以的，我要介紹一些的人物，他們是很喜樂的，在苦難當中。咁呢一位咧，其實就係叫阿 Nick 這一位叫做 Nick。佢天生就係冇手冇腳㗎啦。他天生的四肢是沒有的。佢係冇放棄佢自己嘅人生。但他從來都沒有放棄他的人生。特別佢係信咗耶穌之後咧，就更加積極。特別是他信了耶穌以後，他更加的
積極。佢咧係即係覺得咧係人生有盼望嘅。他覺得人生是有盼望的。佢就周圍咧去演講。他是四周去演講。佢就鼓勵即係嗰啲嘅人咧，就去咧係去積極嘅人生。他就鼓勵周圍嘅人都去面對積極嘅人生。咁所以咧，佢嘅人生咧，佢話咧，我係活得好精彩㗎。他說他的人生是活得很精彩的。咁事實上咧，佢又真係又結咗婚啦，又有小朋友添喎。事實上，他也是很精彩的，他結了婚，也有小孩。佢成日都係感謝神㗎嚇，上帝賜福佢話。他常常都是這樣的，看到了上帝的賜福。嗱，另一位人物咧就係叫蔡蘇娟。另外一位人物是蔡蘇娟。嗱，佢被稱為咧係暗室之後。他被稱為是暗室之後。嗱，佢原本係即係清朝末年嘅一個嘅人物嚟㗎。他是清朝末年的一個人物來的。嗱，屋企咧係篤信佛教嘅。他的家裡是篤信佛教的。但係佢好幸運啊，因為佢喺嗰個時代咧，佢可以接受教育。他很幸運，他在那個時代裡面，他還可以接受教育。佢之後信咗耶穌基督㗎。他後來信了耶穌。佢好奇妙就係帶咗全家55人咧係相信耶穌。很奇妙的，他帶領他全家55個人信耶穌。咁其實係信佛教家庭咧，叫佢哋改信耶穌咧就好難。其實一個信佛教的家庭要叫他們耶穌是很難的。佢做得到喎。但是他可以做到。所以佢係鼓勵咗好多嘅信徒出嚟咧，係組成一個嘅福音隊。是鼓勵了很多信徒出來，成了那個福音的。個個人都覺得佢嘅生命係好精彩嘅。每個人都覺得生命是很。但係咧就喺呢個時間咧，佢就得咗一個嘅怪病。咁去到美國咧都醫唔好㗎。咁係要咧係困喺一個嘅黑掹掹嘅一個房間，見唔得光嘅。但係咧係個個人咧係聽到呢個嘅暗室之後，就覺得咦點解咁特別嘅？咁苦難都咁開心嘅。咁就所以咧係好多人就去探望佢，去問佢有咩秘訣。咁因此咧，佢就即係幫助咗好多人啊！因此，他幫咗很多人。咁佢個生命咧就係雖然係好多苦難，但係咧佢覺得係好有意義、好精彩。佢嘅人生哲學就話：我唔問為什麼，點解有苦難。我淨係問咧，我能夠為到上帝做啲乜嘢？一個嘅即係人物就係叫做輪椅上嘅畫家。佢其實係17歲嘅時候咧，就因為跳水咧係整親個脊椎骨咧斷咗嘅。咁佢就好唔開心啦，就想自殺。佢就很不開心，他要自殺。咁周圍嘅人就同佢傳福音啦，佢就信咗耶穌。周邊嘅人就向他傳福音，他就信了耶穌。咁佢就諗到咧，係用口去學畫畫咧，就想去見證耶穌。他就想到他可以用口來畫畫去見證耶穌。咁真係越畫越靚喎。他真的越畫越漂亮。咁就跟住就周圍去開畫展啊，去即係去宣講耶穌基督。然後他就四周去巡遊，來開畫展，來宣講耶穌基督。咁佢又話咧，我嘅生命係好精彩，好有意義。他就說我的生命是很精彩，很有意義的。原來真係得㗎喎，你有苦難，但係仍然可以活得好喜樂㗎喎。
原來真的可以的，雖然有苦難，我們還是可以活得很喜樂。咁我哋問乜嘢叫喜樂咧？那我們要問什麼是喜樂呢？喜樂同快樂有冇唔同咧？喜樂和快樂有沒有不同呢？咁其實咧，喜樂咧係基督徒一個嘅屬靈特質嚟。其實喜樂是基督徒的屬靈特質。咁喺聖經咧，新約聖經咧出現咗咧係61次咁多嘅。在新約聖經裏面，喜樂這個字是出現了61次這麼多。但係咧，聖經係從來冇咧係給喜樂咧係落過一個定義嘅。但是聖經是從來沒有給喜樂下過定義的。聖經淨係話俾我哋聽，聖經只是告訴我們，喜樂係聖靈嘅果子，喜樂是聖靈的果子，係信徒被聖靈充滿嘅表現，是信徒被聖靈充滿的表現，係信徒順服聖靈嘅一個生命特質，是信徒順服聖靈的生命特質。但喜樂到底係乜嘢嚟嘅咧？但喜樂到底是什麼呢？喜樂究竟係一個乜嘢感覺嚟嘅咧？喜樂有什麼感覺呢？我哋又點知道自己咧係有喜樂咧？我們是否知道自己有喜樂呢？首先咧喜樂係一種嘅喜悅嘅感覺嚟。首先，喜樂是一種喜悅的感覺，係一種快樂嘅感覺，是一種快樂的感覺。當我哋升職加薪嘅時候，當我升職加薪的時候，心裏邊就非常快樂嘅啦。我心裏就非常的快樂。喜樂同快樂咧係其實好相似嘅。喜樂和快樂都是很相似的，都係一種喜悅嘅心情，都是一種喜悅的心情。有啲人咧係嫁女嘅時候，有些人在嫁女兒的時候會流眼淚喎，會流眼淚，因為唔捨得女兒出嫁啊嘛。因為捨不得女兒出嫁。但係嗰啲嘅眼淚，但那些的眼淚係喜悅嘅眼淚，是喜悅的眼淚。所以喺感覺上邊，所以在感覺上面，從某一個角度嚟睇，從某一個角度來看，快樂同喜樂基本上係同一樣嘅感覺。快樂和喜樂基本上是同一樣的感覺。喺舊約嘅時代，在舊約的時代裡面，當咧神嘅子民以色列人，當神的子民以色列人，佢去聖殿去敬拜上帝嘅時候，他們到聖殿去敬拜上帝的時候，一般咧佢哋嘅心裏邊係充滿着喜悅嘅。一般他們的心裡面都是充滿了喜悅。佢哋有一種嘅喜氣洋洋嘅感覺，他們有一個喜氣洋洋的感覺，心情好興奮，心情很興奮，因為佢哋覺得可以敬拜上帝係一件咧係好令人快樂嘅事情。因為他們覺得可以敬拜神是令人很快樂的事。佢哋其實係從世界各唔同嘅地方咧，就翻去耶路撒冷咧去過節去敬拜上帝。其實他們是從不同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的時候去過節去敬拜神。當佢哋遠遠見到嗰個嘅聖殿嘅時候，當他們遠遠看見那位嘅聖殿的時候，佢哋嘅心裏面就充滿着好興奮啊，好快樂嘅心情。他們的心中就充滿了興奮、很快樂的心情。佢哋咧係見到嗰個嘅聖殿咧，真係好宏偉啊！他們看到聖殿是很雄偉的。佢哋進入個聖殿嘅時候咧，係感覺到好莊嚴。他們進入聖殿的時候是覺得聖殿很莊嚴。喺一笪咁嘅地方去敬拜上帝，在這樣的一個地方去敬拜上帝，又可以將咧係祭物獻上俾上帝，又可以將祭物獻上給上帝。之後又可以咧係同咧係其他嘅一齊敬拜嘅人咧係吃喝快樂，然後又可以和其他敬拜嘅人一起來吃喝快樂。佢哋覺得咧呢一種嘅即係事情咧係好令人係喜悅啊同埋興奮嘅。他們覺得這樣的心情是很喜悅和興奮的。喺新約嘅時代，在新約的時代裡面，當主耶穌基督降生嘅時候，當主耶穌基督降生的時候，天使所宣告嘅信息，天使所宣告的信息係叫人喜樂嘅信息，是叫人喜樂的信息。所以英文用咗係 mega joy， 所以英文是叫做 mega joy， 即係話係極之快樂，因為是極大的快樂。你見到咧係原來咧係喜樂咧係同咧係上帝同耶穌基督有關。所以你知道快樂
喜樂是和上帝有關係的。所以當咧係東方三個博士，所以看到東方博士，佢哋見到嗰粒大星咧，就跟住嗰粒大星去揾耶穌基督啦。他們看到星星的時候，就隨着星星去找耶穌基督。咁就揾到咧係啱啱出世嘅耶穌基督啦。他們找到剛出生的耶穌基督，佢哋嘅心咧就大大歡喜。他們的心就大大的歡喜。點解咁歡喜啊？為什麼這麼歡喜呢？因為佢哋揾到救主耶穌啊。因為他們找到了救主耶穌。係啊，原來咧係今日我哋嘅喜樂咧係同耶穌基督有關係㗎。是啊，原來我們的喜樂真的和耶穌有關係的。你能夠係去認識耶穌，你嘅心就充滿喜樂。你能夠認識耶穌，你一生就會快樂。啊，而且係咩？大大嘅歡喜快樂。而且是大大的歡喜快樂。嗱，所以咧你發覺喜樂同埋快樂都係一種嘅喜悅嘅感覺。所以你發覺到喜樂和快樂都是一個喜悅的感覺。人咧係覺得咧係好高興啊，好歡喜啊。人是覺得很高興啊，很歡喜的感覺。但係喜樂同快樂有一樣好唔同嘅地方。但是喜樂和快樂有一樣很不同的地方。就係咧係快樂係偶然嘅。就是快樂是偶然的。嗱，唔會永恆嘅噃。不會永恆的。嗱而喜樂咧就係永恆啦。而喜樂是永恆的。因為喜樂咧係我哋入邊嘅一個本質嚟嘅。因為喜樂是我們內心的一個本質來的。係我哋入邊嘅一個嘅部分嚟嘅。是在我們裡面屬於一個部分的。唔同快樂淨係一種嘅感覺。和快樂是不同的，因為快樂只是一種感覺。快樂咧係有啲事情發生咧，佢先至感覺到快樂。快樂是因為有一些事情發生，我才感覺到快樂。但係喜樂咧係一種嘅心境。但是喜樂是一種心情。冇乜事情發生咧，我都係有一種嘅喜樂嘅心境。沒有事情發生，我也是有一種喜樂嘅心情。因為咧好出名嘅作家叫 John Piper，佢咁樣講。有位很出名的作家 John Piper 這麼說。佢話咧係喜樂係靈裏邊嘅，係一種靈裏邊嘅喜樂。喜樂是靈裡面的喜樂。即係話我哋係我哋人嘅入邊嘅一部分。就是說是屬於我們人裡面的一個部分。好出名嘅牧師咧係唐崇榮咧都咁講嘅。很出名的牧師唐崇榮說，佢話快樂係外邊呼入去嘅。快樂是從外面輸進來的。而喜樂係由入邊咧係發出嚟嘅。而喜樂是從內心發出。喜樂係主動嘅。喜樂是主動的，唔係被動嘅。不是被動的。係唔受世界咧係發生嘅事情所影響嘅。是不受外界發生的事情所影響的。喜樂係生命嘅流露。喜樂是生命的流露。而快樂係因為咧係我生活有唔足夠嘅感覺。而快樂是因為我生活有不足夠的感覺。所以咧係需要咧揾一啲嘅東西去補足。所以我需要一些東西來補足。例如我就覺得咧我身體咧係唔係咁健康喎，所以咧我就唔咁快樂啦。我覺得我身體不是這麼健康，我就不快樂。咁我就去揾醫生去檢查身體啦。所以我就去找醫生來檢查身體。報告出嚟咧，原來好健康喎。報告出來原來是很健康的。一啲毛病都冇喎。一些毛病都沒有。咁所以就非常快樂啦。所以我就非常的快樂。又例如啦。又例如。我教完一個嘅聖經課程。我教完了一個聖經課程。好多嘅弟兄姊妹咧係有好嘅回應咧，讚賞啦。很多弟兄姐妹有好的回應，也讚賞。咁我就會好開心啦。所以我就會很開心。所以快樂係要有啲嘅事情發生先至會令我開心。所以快樂是會有一些事情的發生令到我開心。譬如我而家係悶悶地啦。例如我現在悶悶的。咁我就去聽一啲我自己中意嘅歌。我就聽一些我自己喜歡的歌。或者咧係享受一啲咧我中意食嘅食物。或者享受一些我喜歡吃的食物。咁我就心裏邊咧又快樂翻啦。所以我心裡面就會很快樂。但係呢種快樂係咩？係由入邊走入嚟嘅。但是這種快樂是從外面走進來的。係因為一啲嘅事情所引起嘅。是因為一些事情所發生的。所以呢種快樂係偶然嘅。
所以这种快乐是偶然的，係唔會永恆嘅。这種快樂不會是永恆的。就算我一生都一帆風順，就算我的一生都是一帆風順，不斷有令我快樂嘅事情發生，不斷有令我快樂的事情發生，亦都唔代表我係一個喜樂嘅人。但也不代表我是一個喜樂的人。因為唔可能24小時分分鐘秒秒鐘咧都有快樂嘅事情發生噶嘛。因為不可以是每分鐘每秒鐘都有快樂的事情發生。而事實上咧，世界有好多嘅因素咧係影響緊我哋嘅快樂。而且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會影響我們的快樂。頭先講到嗰個嘅苦難就係啦。剛才所講到的苦難就是你有苦難嘅時候，你一定唔會快樂嘅。你有苦難的時候，你就不會快樂。但係你可以有喜樂。但是你可以有喜樂。今日就同大家咧係分享一件嘅事情。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。我就好想咧係分開咧多幾次咧，就同大家去探討下點樣喺苦難當中仍然可以有喜樂。我想跟大家分開幾次來探討，怎麼樣在患難中的裡面，我們找到喜樂。今日我先講咧係人生嘅重擔。今天我先說的是人生的重擔。人生嘅重擔可以叫人咧係唔快樂嘅。人生的重擔可以叫人是不快樂。耶穌基督咧話可以幫我哋搞掂呢個嘅問題喎。但是耶穌基督可以幫我們弄好這個問題。耶穌基督喺馬太福音11章自己咁講嘅。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11章裡面這樣說：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裡來，可以到我這裡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我心裡柔和謙卑，我心裡柔和謙卑。你們當負我的軛，你們當負我的軛，學我的樣式，學我的樣式。這樣，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，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，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耶穌基督咧係我哋嘅救主啦。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主。從天上嚟到呢個世界咧，就係俾我哋人生有豐盛啦。從天上來到這個世界上，就是給我們的生命有豐盛。咁其中一種嘅即係耶穌基督嘅方法就係將我哋嘅人生擔子嚟到拿去。其中一個方法就是主耶穌基督將我們人生的重擔挪開。咁耶穌基督喺呢度講嘅重擔究竟係指乜嘢呢？那耶穌基督在這裡所說的重擔是什麼？究竟我哋每日所背負嘅係一啲乜嘢重擔呢？究竟我們每一天所背負的是什麼的重擔？咁呢啲重擔係我哋幾多歲開始就咩嘅呢？這重擔是什麼時候開始？是幾歲我們開始背上的？係讀完書啦，畢業之後啦，開始孭啊？是在讀完書畢業後開始背啊？係我哋開始做工作嘅時候開始孭啊？或是開始出來工作的時候我們開始背？究竟係幾時呢？究竟我們是什麼時候？重擔咧就應該唔係畢業之後先開始孭嘅。重擔絕對不是畢業後才開始背上的。有幾個嘅韓國嘅女仔，有幾位韓國嘅女孩子，因為覺得咧係喺屋企咧係好大壓力，因為在家裡受了很大的壓力，因為父母成日叫佢哋去讀書啊嘛，因為父母常叫他們去念書，佢哋就覺得咧係壓力好大，他們就覺得壓力很大，佢就自殺喎，他們就自殺。遺書寫啲乜嘢咧？在遺書上面寫咗什麼呢？佢話咧係功課嘅壓力，我哋捱唔住啊！功課的壓力令我們吃不消。每日去上學咧，已經係要面對學校嘅壓力。每天去上課是要面對學校的壓力。放學之後又冇得休息，放學後又不可以休息。又要去補習，又要去補習，又要補英文啊，補數學啊，又要補習英文，補習數學。
佢話咧係我係好厭倦呢種生活啦。他說我是很厭倦這種的生活。原來嗰啲嘅初中生嘅女仔咧，已經係覺得咧係呢個擔子好重。原來在初中階段的女孩子，她們已經覺得有這份重擔。其實壓力就唔單單係初中階段先至產生嘅喎。其實壓力不單是初中才會產生的。其實咧係小學1年級咧就已經係有嗰種嘅壓力嘅感覺㗎啦喎。其實更早，在小學1年級已經有這種重擔的感覺。咁其實咧係有人話咧係幼稚園就已經有重擔啦。其實有人說在幼稚園裡面已經開始有這個重擔。所以咧係喺度咧係同我哋一齊聚會嘅朋友咧。換一句話說，在座的每一位和我們聚會的朋友，可能孭咗呢個嘅重擔咧係50-60年㗎啦。你可能已經背了這個重擔，已經50-60年左右。所以覺得係真係好辛苦啊！嗬，其實真的覺得很辛苦，是嗎？重擔係乜嘢啊？那重擔是什麼呢？讀書、工作。咁有人話啦，如果係嘅話，有人說如果是這樣的話，咁我唔返學咪得咯？我只要不上課就可以了。唔打工咪得咯？我不去工作就可以了。你話信耶穌啊？你說信耶穌，咁我日日去教會㗎，應該係好快樂啦啩？我每天到教會去，我就會很快樂了。咁係咪咁就冇晒壓力呢？是否這樣我就沒有壓力呢？咁努力讀書有啲咩問題啫？那努力讀書又有什麼問題呢？唔通咧係成日翹埋隻手？難道我要整天的游手好閒？周圍去買下嘢啊，shopping下屏啊，睇下電影啊，無所事事的去逛街、去購物、去看電影，咁就冇晒壓力咩？那就沒有壓力了，是嗎？重擔究竟係咩意思呢？那重擔究竟是什麼呢？其實係對現代人嚟講，其實對現代的人來說，生活真係好痛苦嘅，生活真的很痛苦，壓力真係好大嘅，壓力也很大。你問每一個人咧，佢都話有壓力㗎。你問每一個人，他們都會告訴你，他們也有壓力的。你問佢哋咧，就話你嘅壓力喺邊度嚟㗎？那你問他們壓力從何而來呢？可能佢哋唔識得答你㗎喎。他們可能也不懂得怎麼樣回答。呢個就係最大問題。那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。因為連自己都唔清楚。因為連自己也不清楚。嗰啲壓力喺邊度嚟㗎？我的壓力從哪裡來呢？咁所以咧係點樣係將嗰啲嘅壓力拎走啫？我怎麼樣將這些壓力來挪開呢？如果係工作就係嗰個嘅重擔嘅話，如果工作就是那個重擔的時候，如果係邏輯上就係唔做嘢，咁就應該冇咗個擔子啦。那在邏輯上就是不工作我就沒有擔子了。當然啦，係做工咧就一定係有工作上面嘅壓力㗎啦。當然，在工作的時候就必然有工作的壓力。原來咧係失業嘅人咧壓力仲大喎。但失業嘅人壓力更大。如果你失業過咧，你就知道嘅。如果你曾經失業，你就知道。咁耶穌基督喺馬太福音11章。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11章。究竟話俾我哋聽重擔係啲咩嚟嘅咧？他告訴我們重擔是什麼呢？你留意咧30節咧係耶穌基督講過一個嘅字叫呃。請留意30節裡面主耶穌講到一個字，就是喺嗰段嘅經文咧，同埋擔子咧係平衡出現嘅。在那段經文裡面，和擔子是平衡的。因為我的是容易的。因為我的是容易的。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同埋擔子係平衡出現嘅。和擔子是平衡出現的。咁換話講，換一句話來說，主嘅主的就係主嘅擔子，就是主的擔子。而咧係主嘅擔子係容易嘅，而他的擔子是容易的，係輕省嘅，和輕省的。主嘅擔子就係嗰個主的擔子就是那個我哋問啦，那我們就問，係有啲乜嘢嚟㗎？又是什麼呢？如果你係即係做過耕田嘅咧，你知㗎啦。
如果你是做過農作業的時候，你就會知道，軛係一種嘅耕種嘅工具，軛是一個耕種的工具，係套喺牛或者係牲畜嘅一個嘅頸上邊，是用來套在牛或者牲畜的頸項上面的，係一條好似嘅橫木咁樣嘅，好像一條的橫木。咁呢個橫木咧就喺後面就拖住一條嘅長嘅木條。在這條橫木上面，的後面就拖着一條的長木條。咁上嗰條長嘅木條咧，個尾嗰度咧就有一個嘅鐵嘴嘅。長木條最後的那個尾端就有一個鐵嘴。用嚟咧係鋤地嘅，是用來鋤地的，就去掘鬆泥土嘅。是挖鬆那些泥土的作用的。咁即係預備咧嚟到係播種咯。嚟預備嚟播種的。咁所以咧係套喺牛嘅頸上邊嘅，套在那個牛的頸項上。嗰塊橫嘅木，那塊橫木就係叫做軛，就是叫做軛。原來擔子同埋軛都係擺喺嗰個嘅膊頭上邊嘅。原來擔子和軛都是放在那個肩膀上的。咁負軛又係咩意思咧？那負軛又是什麼意思呢？就係服喺權柄之下去服侍主人。就是在權柄底下，我們要服侍我們的主人。其實係有兩種嘅擔子嘅。其實有兩種嘅擔子。一種係你而家係正在孭住嘅。一種是你現在正背着的。係好沉重嘅擔子。是很沉重的擔子。令你咧係孭得好辛苦嘅。令你背得很辛苦的。叫你咧係失去咗快樂嘅。叫你失去了快樂。另一種咧，另一種係主耶穌基督所講嘅，是主耶穌基督所說的。你到我這裏來，你到我這裏來，我這個擔子係輕省嘅，我這個擔子是輕省的。不像你現在所背嘅這麼沉重，不像你現在所背的。咁即係話咧係有兩種嘅擔子，兩種嘅軛。就是說有兩種不同的擔子，兩種不同。一個咧係好苛刻嘅，一個是很苛刻的，一個係好容易嘅，一個是很容易的。原來咧係世上有兩種軛，原來世上有兩種軛，一種係屬於神嘅軛，一種是屬於神的軛，咁好輕省嘅軛嚟嘅，是很輕省的軛。另一種係屬於世界嘅軛，另一種是屬於世界的軛，係一個好重嘅軛，是一個很重的軛。叫我哋咧係失去咗快樂嘅軛，是叫我們失去快樂的軛。神嘅軛係輕省容易嘅，神的軛是輕省容易的。世界嘅軛係苛刻沉重嘅，世界的軛是苛刻沉重的。世界嘅軛係喺邊度走出嚟嘅咧？那世界的軛是從哪裡跑出來的呢？係從整個世界嘅架構裏邊產生出嚟嘅，是從整個世界的架構裡面產生出來的。究竟我哋而家孭住嘅係乜嘢嘅重擔呢？那究竟我們現在所背着的是一個怎樣的重擔呢？其實我哋而家孭嘅重擔就係世界嘅軛。其實我們現在所背的重擔就是世界的軛，係世界嘅系統，世界的系統，係世界嘅架構，是世界架構的系統。其實當我哋出世，其實當我們出世的時候，我哋慢慢長大，我們慢慢的長大，開始同呢個嘅世界有接觸嘅時候，開始和這個世界有接觸的時候，譬如我哋開始接觸呢個嘅世界嘅教育系統啦，例如我們開始接受這個世界教育的系統，咁我哋就開始係去背負呢個嘅世界嘅軛，我們就開始背負這個世界的軛，咁我哋就會俾呢個嘅軛所操控住嘅喎，我們就會被這個軛所操控住。其實呢個世界嘅軛係不停影響緊我哋嘅生活，這世界的軛是不停的在影響我們的生活，其實係一直嘅係操控住你，是一直在操控着你和我。我哋整個嘅人生每一方面都俾佢操控啊！我們整個人生嘅每一方面都不停的被他操控着。其實咧係我哋好容易睇到嘅。其實很容易看到。重擔係從幼稚園就開始有嘅。
重擔是從幼稚園已經開始了。因為一個嘅小朋友開始咧係進入呢個嘅世界嘅教育系統嘅時候，因為一個小朋友開始進入了這個世界教育的系統裡面，就開始孭呢個世界嘅軛，就開始已經背負這個世界的因為咧係呢個世界嘅教育系統，因為這個世界的教育系統係屬於整個世界嘅架構系統裏邊嘅一部分，是屬於整個世界架構系統的一部分。因為你喺呢個世界生活，因為你在這個世界上生活，你係完全唔能夠避免呢個嘅世界嘅軛，你是完全不可以避免這個世界的惡。所以咧你從小開始去讀書啦，所以我們從小去念書，你去受教育啦，去受教育，到長大之後去工作啦，在長大後我們工作，去結婚啦，結婚，去生活啦。生活，嗱，每一樣嘅事情都係屬於呢個嘅世界系統一部分。每一樣嘅事情都屬於這個世界嘅系統一部分。即係話我哋係受緊呢個嘅世界嘅系統操控住。就是說，我們是正在受咗這個世界嘅系統操控。嗱，我哋甚至乎係娛樂都係被操控嘅。甚至我們的娛樂也被操控了。嗱，其實冇自由嘅奴隸。好像沒有自由的奴隸。嗱，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嘅娛樂嘅喎。其實他們也有他們的娛樂。主人係會為奴隸安排一啲娛樂嘅喎。主人會為奴隸安排一些的娛樂。咁係啲咩娛樂啊？那是什麼的娛樂呢？譬如喺羅馬帝國嘅時代啊。例如在羅馬帝國的時代。其實咧係奴隸都可以咧係享受一啲咧係好刺激嘅娛樂㗎。其實奴隸們也可以享受一些很刺激的娛樂。嗱，當時羅馬帝國咧係有指定嘅娛樂㗎。當時羅馬帝國是有指定的娛樂，但係去競技場、去鬥獸場，就是到競技場、鬥獸場裡面去觀賞刺激嘅演出，去觀賞刺激的演出。咁嗱，譬如嗰啲嘅奴隸咧，去到嗰啲嘅鬥獸場啦，那些奴隸到了鬥獸場裡面。係嗰啲嘅奴隸同嗰啲嘅野獸去搏鬥喎，就是那奴隸和野獸去搏鬥的，咁係好刺激啊！是很刺激。但嗰啲奴隸諗啦，話可能將來係我同嗰啲嘅野獸搏鬥嘅喎。但是奴隸他們心裡就會想，將來就是我們和野獸一起去搏鬥。咁所以咧，佢就算喺娛樂當中咧，佢都就算他們在娛樂的當中，佢哋都唔可以快樂出嚟。他們也不可以快樂。嗱，其實今日我哋嘅娛樂都可能咧係受緊操控嘅。其實我們今天的娛樂也是可能受到操控的。咁奧運嘅時間咧就個個都睇奧運啦。好像奧運的時候，每一個人都看奧運。世界盃嘅時間就個個都睇世界盃啦。世界盃的時候，也每一個人都看世界盃。其實我哋好似咧係被操控嘅奴隸一樣咧，去睇一啲指定嘅節目嘅喎。我們好像那些奴隸是去被看那些指定的節目，因為個個都係咁樣睇，你唔睇嘅時候咧，你同人冇話題噶啦喎。因為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看，你不看的時候，你和別人就沒有話題了。你哋唔中意，你都走去睇噶喎。你不喜歡，你也要去看。我哋就覺得咧，真係呢個世界系統咧係操控住每一件事情。所以你會覺得這個世界的系統是操控咗每一件事的。連我哋嘅娛樂都被操控啊！連我們的娛樂也被操控了。早一排嘅日子咧，就係嗰個嘅話題就係鐵達尼號啦。前些日子的話題就是鐵達尼號。星球大戰啦。星球大戰。佢就會問你，你有冇睇過啊？他就會問你，你有看嗎？咁你唔睇咧，就好似好落後喎。如果你不看，你就好像很落後。因為呢個係世界潮流嚟噶嘛。因為這是世界的潮流。如果你唔跟潮流走嘅話，如果你不隨着潮流來走的時候，人哋覺得你係怪物嚟嘅喎。人家會覺得你是怪物來的。因為如果我哋係逆世界嘅潮流而行嘅話，因為我們如果逆這個世界的潮流而行的時候，係好艱難嘅一件事，是非常艱難的一件事。呢個就係我哋嘅重擔。這個就是我們的重擔。
你會係即係發覺，你會發覺到，原來咧我哋人生一直以嚟，原來我們的人生一直以來，原來生命中嘅每一件事情，生命中的每一件事，都被呢個世界嘅系統操控住。都被這世界的系統來操控住。所以如果你話我自己係一個完全自由嘅人，如果你說我是一個完全自由的人，就係欺騙自己，你就是欺騙你自己，或者你俾人呃咗咯。或者你被人欺騙了。其實而家嘅傳媒，其實現在的傳媒係做到一個地步，係去操控每一個人。已經到了一個地步，就是操控每一個人。佢可以操控你去做一啲嘅事情，它可以操控你去做某些事情。只要傳媒極力吹捧一件嘅事，只要傳媒極力的吹捧一些事情，個個都會跟佢哋所吹捧嘅去做。那每一個人就會跟隨而去做的。娛樂只係一個好小嘅部分，娛樂只是一個很小的部分。其實我哋生活每一個層面都俾佢操控緊。其實我們生活上面的每一個層面都是給他操控咗，包括讀書啦，包括念書、工作啦、工作、生活啦、生活，甚至結婚生仔啦，甚至結婚生孩子。其實每一部分都被操控緊嘅。其實每一部分都被操控咗。你如果你去問唔同身份、唔同年齡嘅人，如果你去問不同身份、不同年齡的人，譬如你去問下學生，例如你去問學生，你點解要讀書啊？你為什麼要念書呢？多數佢唔識答㗎，大多數他都不懂得回答的，因為佢都唔知道答案。因為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。其實聖經係好清楚話俾我哋聽，聖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，呢個世界其實係牽住我哋嘅鼻子走。這個世界正在牽着我們的鼻子走。其實人係唔自由㗎。人是一點都不自由的。其實咧係好似有得揀，其實好似冇得揀嘅。好像我們有的選擇，其實我們是別無選擇。我哋就跟住世界所定嘅咁嚟到生活嘅。我們就跟着世界所定的，我們去生活。初頭就努力嘅去讀書，開始我們就會努力去念書，搏命嘅去考試，拼命的去考試。咁畢業之後就拼命嘅工作，畢業後就拼命的工作。總之呢個世界叫你搏命你就搏命，這個世界叫你拼命你就去拼命。你問佢，你問他，點解你要咁搏命啊？為什麼要這樣拼命呢？佢唔識答㗎，他不懂得回答的。佢淨係可以咁樣講，他只可以這樣說，全世界嘅人都係咁做啦，全世界的人都是這樣嗎？個個都搏命，我咪要搏命咯。每個人都在拼命，所以我也要拼命啊。所以咧係人係俾呢個世界咧係牽住鼻子走嘅。所以世界上每個人都是被這個世界牽着我們的鼻子來走。但係好可憐嘅事係咩咧？但很可憐的事是什麼呢？我哋被牽住鼻子走，自己都唔知。我們被牽着鼻子來走，我們全不知道。原來我哋係俾呢個世界嘅系統操控住。原來我們被這個世界的系統來操控着。呢個就係聖經所講嘅世界嘅惡。這個就是聖經所說的世界的惡。人人都俾世界嘅惡，即係世界嘅系統操控住。每一個人都被這世界的系統來操控着。所以咧係冇辦法係將呢個嘅重擔拎走嘅。是無法將這個重擔挪開的。整個系統就好似一個漩渦。整個系統就像一個漩渦。你生活喺呢個漩渦當中嘅時候，你在這個漩渦的當中裡面，你靠自己咧係自己走唔出呢個漩渦嘅。你靠自己是無法從這個漩渦走出來的。所以主耶穌咁講。所以主耶穌這樣說：你到我這裡來，你到我這裡來，我會幫你，我會幫你。只有我幫你，只有我幫你，你先能夠係走出呢個漩渦，你才能夠走出這個漩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不然的話，就算你明白係呢個世界係有呢個嘅漩渦，就算你明白這個世界上有這個漩渦，你都係仍然係走唔甩呢個嘅漩渦，你還是仍然脫不了這個漩渦。你可能問就話而家世界嘅系統嘅大趨勢係乜嘢？
你可能會問這個世界的系統的大趨勢是什麼呢？但係個個人都係咧搏晒命嘅，就係去買屋。就是每一個人都很拼命的去買房子。世界嘅系統可以叫到咧係每一個人，世界的系統可以令到每一個人都係朝住呢個嘅方向，都朝着一個方向，係做緊同一個嘅動作，就做着同一個動作，係發緊同一個嘅夢，就發着同一個夢，就係買樓夢，就是買房子的夢。所以咧個個都係因為嗰個嘅房子就好大嘅壓力，好大嘅重擔。就是每一個人因為那個房子就是很大的壓力，很大的重擔。所以主耶穌基督咁講嘅，主耶穌基督這樣說：你到我這裡來，你到我這裡來，先可以得到安息，才可以得到安息。否則你一日仍然喺呢個世界系統世界嘅之下，你一天人在這個世界的系統底下，係唔可能得到安息嘅，是不可能得到安息的。人點解要咁搏命啊？人為什麼要這樣拼命呢？原來有一個好大嘅原因。原來有一個很大的原因，但因為咧係人要證明自己有價值，因為人是要證明自己有價值。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錯誤虛妄嘅思想，這是一個很錯誤很虛妄的思想。人咧係成日就驚別人睇低自己，整天我們都怕別人來看清我們自己，所以咧就不停嘅去拼命嘅去追求，所以就不停的拼命追求，為咗係要喺別人面前，為要在別人的面前證明自己有價值，證明我們自己有價值，為咗證明自己有學識，為了證明自己有學識，咁所以係要去讀名校咯，所以要念名校，就要攞嗰啲嘅博士學位啊、碩士學位啊，要拿那些博士學位，要拿碩士的學位，為咗證明自己有能力，為了證明自己有能力，就不擇手段嘅去賺錢，就不擇手段的去賺錢，要名成利就啊，要名成利就，全部呢啲都係用緊唔同嘅方法，這都是用不同的方法，只求證明自己有價值，只單單求證明自己有價值。如果大家去過日本生活咧，你會發現一樣好有趣嘅事情。如果大家有去過日本生活的時候，你就會發覺有一樣很有趣的事情。日本男人放工之後咧，日本男人下班以後呢，佢唔會即刻翻屋企嘅。他們不會直接回家的。佢話咧係冇10點11點翻屋企嘅話，沒有10點到11點回家的話，咁太太係會睇低佢嘅。太太會看不起他們的，鄰居會睇低佢嘅，鄰居也會看不起他們的，話佢冇價值，說他沒有價值，公司都唔用你啦，公司都不用你啦，咁得閒嘅，所以你這麼有空，所以咧佢哋咧係放工之後咧就會去嗰啲巴嗰度咧係飲酒啊，所以他們下班以後，他們就會到酒吧去喝酒，等到10點11點先敢翻屋企，等到10點11點才會回家。人咧係喺屋企咧去買一啲嘅音響啦，人在家裡就會買一些的音響，或者咧係要買一架嘅汽車啦，或者買汽車，或者咧係要買一個嘅即係手提電話啦，或者是買手提電話。好多人都係要比別人咧係好啲嘅，很多人都要比別人的好，因為咧係覺得咁咧就證明自己有價值啊嘛，因為這樣就可以證明自己有價值。你咧係覺得自己內涵不足嘅人，你會覺得自己內涵不足的人，特別咧係覺得自己入邊空蕩蕩嘅人，特別覺得自己裡面是空空蕩蕩的，就需要咧喺出邊咧係揾啲嘅嘢咧係填補入邊嗰種嘅空蕩嘅感覺。你就需要在外面去找一些東西來填補裡面的空虛的感覺。所以咧係讀書唔多嘅人，所以念書不多的人，學識唔多嘅人，學識不多的人，你發覺好奇怪，佢就係屋企咧就好多嘅書架嘅。你發覺他們家裡就的書架裡面就很多書的，因為佢內涵唔夠啊嘛，因為他內涵不夠嘛，咁就擺好多書咧嚟，但係去補足呢方面嘅缺陷啦。就放很多書來補足這方面的不足。所以你發覺咧係最注重外表嘅人，所以你發覺最注重外表的人，通常咧係入邊冇乜內涵嘅人。
通常都是里面没有什麼內涵的人。通常咧係有內涵嘅人，通常有內涵的人，就好似嗰啲科學家啊，就好像科學家啊，又譬如特別係好似咧係愛因斯坦啊，特別是愛因斯坦啊。嗱你發覺咧佢平時係不修邊幅㗎，你發覺他平常是不修邊幅的，嗰啲頭髮係蓬蓬鬆鬆嘅，他的頭髮是亂亂的。但係咧係內涵不足嘅人咧，但內涵不足的人呢，就好緊張個外表嘅，他們就會很緊張他們的外表，就要咧係整到個頭靚粒粒啊，幾個鐘頭先夠膽出街。他們就要弄到他們的頭髮很整齊，弄了幾個小時才可以外出的。如果覺得自己啲頭髮亂咗咧，一覺得自己頭髮亂的時候，就咧係渾身唔自在㗎啦。就會不自在了。咁有啲人咧又會咧係中意同人拗嘅。有些人就會很喜歡和人家來。咁呢個就叫做咧係心理補償。因為他這樣做就是心理的補償。因為咧係覺得咧係樣樣嘢都唔及人。因為覺得什麼東西都不比別人強。咁有機會同人拗嘅時候，一定要拗贏。有機會和人家爭論的時候，我們就要爭論贏才可以。咁贏得一次就一次啦。如果可以贏一次就贏一次吧。呢個就叫做心理嘅補償。這個就是心理的補償。因為咧係覺得咧係樣樣嘢都唔及人。因為覺得在生命裡面樣樣東西都不及的人，覺得人生係輸咗太多次啦，就覺得人生輸咗太多次，真係好想有嗰種嘅贏嗰種嘅感覺，所以就很喜歡有贏的感覺。咁呢啲都係心理補償，這些全部都是心理的補償。其實嗰個嘅目的都係一樣嘅。其實這個目的也是一樣，但係證明自己係有用嘅，就是證明自己有用，證明自己係有價值嘅，證明自己有價值。人就係俾呢種嘅虛妄錯誤嘅思想，人就是給這些虛妄錯誤的思想係控制住啊，控制咗。所以咧人就係即係不知不覺咧就不斷嘅係去搏命，所以人就在不知不覺的底下就不斷的去拼命，就去追求，就不斷的去追求，但希望咧係去證明自己有價值，就是去希望證明自己有價值。咁你可能就會咁講啦。他們就會這樣說。咁嗰啲有內涵嘅人，那些有內涵嘅人，嗰啲咧係人生咧係好似係好多嘅勝利嘅人。他們的人生有很多勝利的人，咁唔需要有呢個心理補償啦啩？他們應該就不需要這些心理的補償了吧？嗰啲有呢個嘅博士學位又有碩士學位嘅，他們已經擁有了博士學位碩士學位，又有好多嘅物業嘅，也有很多房子的，應該足夠啦啩？應該已經足夠了。但係你發覺咧係冇人覺得自己係足夠嘅喎。但是你會覺得沒有一個人是覺得自己是足夠的，因為佢仍然係受緊一啲嘅錯誤虛妄嘅思想所影響。因為他們也是正在受着一些虛妄錯誤的思想，覺得咧唔係第一嘅話，就會覺得如果不是第一的話，都唔係最有價值，也不是最有價值的。唔係足夠就得㗎啦，不是足夠就可以的，係要咧係比人多好多，就是要比別人多很多。所以今日你發覺好多人都係比較嘅。今天你就會發覺很多人就是用比較的。我有5間房子仲唔夠，我有5個房子也不夠，因為我個朋友有7間房子，因為我的朋友有7間房子，所以咧仍然係活得唔開心唔快樂，所以我仍然還是活得不開心不快樂，所以係仍然係不斷嘅要去追求要搏命，所以我還是仍然要不斷的去拼命，所以咧係仍然個膊頭有好大嘅重擔壓住，所以仍然我的肩膀上面還是有很重的重擔在壓住。其實仍然係生活喺呢個嘅世界嘅漩渦裏邊。其實我仍然還是在生活在這個世界的漩渦裏面，好似咧係自己係控制唔到自己啊，好像自己是控制不了，即係好似咧係冇晒自由咁樣啊，好像自己完全沒有自由，好似入邊一樣嘢係推住你向前走，好像裡面有一樣的東西來不斷的推着我向前走，係你要係不斷嘅搏命嘅係追求落去，你要不斷的拼命的追求下去，
你要咧係不斷嘅係去增值，去向上嚟，但係去升值。你要不斷的去增值，往上的去升值。所以咧，個個人都覺得好辛苦啊。所以每個人都覺得很辛苦。係啊，因為你喺呢個嘅世界嘅漩渦裏面啊嘛。是啊，因為我們是在這個世界的漩渦裡面。所以嗰個嘅軛都係好重啊。所以我們的軛是很重的。所以主耶穌基督咪咁講咯。所以主耶穌基督就這樣說：你永遠係得唔到安息㗎。你永遠都得不到安息。當你嘅思想仍然係受到呢個嘅世界嘅思想所操控嘅話，當你的思想仍然是受到這個世界的操控的話，你肯定係唔會有安息㗎。就肯定不會有安息的。唯一能夠係脫離呢個嘅重擔嘅途徑，唯一能夠脫離這重擔的途徑，係要去脫離呢個嘅世界嘅呢個錯誤虛妄嘅思想，就是要脫去這個世界虛妄的思想。好似咧係經文所講，就好像經文所說，唔好再去背呢個嘅世界嘅軛啦，不要再去背這個世界的軛，係要係背負主耶穌基督嘅軛。要去背負主耶穌的軛。方法就係學主嘅樣式。方法就是學主的樣式。咁主嘅樣式係一種咩樣式啊？那主的樣式是一個怎麼樣的樣式？喺29節主耶穌咁講㗎。在29節裡面，主耶穌這樣說：我心裏柔和謙卑。我心裡柔和謙卑。乜叫做柔和謙卑啊？什麼叫做柔和謙卑？但我唔需要自己去證明自己比人優勝啊！就是我不用去證明我自己比別人優勝。我唔需要去證明自己有價值啊！我不需要去證明自己有價值，因為喺主耶穌裏邊，我已經係肯定有價值啦。因為在主耶穌裡面，我肯定是有價值的。你有咁嘅心態，你有這樣的心態，你先能夠係脫離世界嘅捆綁，你才能夠完全脫離這個世界的捆綁，你先能夠脫離世界嘅重擔，你才能夠脫離這個世界的重擔。你今日唔需要再背負世界嘅嗰個重擔㗎啦。你今天不用再背負這個世界的重擔，你唔需要咧向別人去證明自己有價值㗎啦。你不用去向別人證明自己有價值，除非你能夠係完全脫去呢個錯誤虛妄嘅思想，除非你能夠完全脫去這個虛妄錯誤的思想，否則你仍然係背負緊世界嘅重擔。否則你今天仍然在背負着世界的重擔。你今天要咩？你今天要背，你明天亦都要咩？你明天還是要背，孭到你死嗰日，你都喺度孭緊。背到你離開這個世界，你仍然還是要背。所以你做人咪好辛苦咯。所以你做人就很辛苦了。但係你能夠係完全擺脫呢個嘅世界嘅操控嘅。但是你能夠可以完全擺脫這個世界的操控，你係可以完全唔受到呢個嘅世界嘅影響嘅。你可以完全不受這個世界的影響。呢個就係叫做真自由啦。這個就是真自由，你就可以完全享受呢個嘅輕省嘅人生啦。你就可以享受這個輕省的人生。唯有你喺耶穌基督裏面，唯有你在耶穌基督裡面，你先可以做得到噶。你才可以做得到。我唔係話咧，我並不是說唔准去讀書，不准去念書，唔可以去工作，不可以工作，或者唔可以去買樓，或者不可以去買房子，或者唔可以去升職，唔係。或者不可以去升職，完全不是。問題唔係呢度啊，問題不是這些，問題係你控制呢啲嘅事情，問題是你控制這些事情，抑或呢啲嘅事情控制住你，或者是這些事情控制咗你。我可以選擇買樓或者唔買樓嘅喎。我可以選擇買房子或者選擇不買房子。我可以選擇去旅行或者唔去旅行嘅喎。我可以選擇去旅行或者不去旅行。我可以選擇升職或者唔升職嘅喎。我可以選擇升職或者不升職。係我控制呢啲事情，是我控制這些事情，唔係呢啲事情控制我，而不是這些事情來控制住我。你聽得明嗎？你聽得明白嗎？你要記住啊！你要記得，我哋係唔需要向別人證明自己嘅價值㗎。我們是不需要向人證明我們自己的價值。咁你會可能問，咁樣會唔會係好驕傲啊？那你會問，那是不是很驕傲呢？
嗱，完全唔係驕傲啊！完全不是骄傲。嗱，我哋去到耶穌基督嘅面前，我們來到耶穌基督的面前，認識真神上帝，認識真神上帝，呢個先係最重要噶嘛。這才是最重要的。當我哋認識呢個創天造地嘅真神上帝之後，當我們認識這位創天造地的真神耶穌基督後，我哋嘅價值就係建立喺上帝嘅身上邊。我們的價值就會完全建立在上帝的身上，唔係咧係建立喺我哋去搏命攞翻嚟嘅東西上邊，而不是去建立在我們拼命要賺到的事情。所以呢個唔係驕傲啊，所以這個不是驕傲，反而係謙卑啊。反而是謙卑。即係我哋知道就我哋係一無所有，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是一無所有。喺耶穌基督裏面，在主耶穌基督裏面，喺上帝裏面，在上帝裏面，因為上帝嘅恩典，因為上帝的恩典，我哋先至係變成乜嘢都有啊嘛。我們才變成什麼都有。所以因為上帝嘅緣故，因為上帝的緣故，我哋係變得謙卑啊。我們才變得謙卑。今日我哋去認識嘅真神，今天我們去認識的真神係至高無上嘅上帝，是至高無上的上帝。所以世界所有嘅東西，世界所有的東西同上帝去一比嘅時候，和上帝相比底下，都變得係完全唔重要啦。就完全變成一點都不重要。即係話喺耶穌基督裏邊，今天我在耶穌基督裏面，我已經係可以肯定我嘅價值，我已經肯定我的價值，因為我已經係認識咗呢個嘅創造我嘅上帝啊嘛。因為我已經認識了這位創造我的上帝，所以我係照着上帝嘅形象被造噶嘛。因為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來做的，我係上帝嘅仔，上帝嘅女啊嘛。因為我是上帝的兒子，我是上帝的女兒，所以我係尊貴有無限嘅價值噶。所以我是有尊貴的價值。其實今日係所有嘅人類，其實今天所有的人類都同呢個嘅真神上帝有關係嘅，都是與真神上帝有關係的。我哋個個都係屬於呢個嘅創天造地嘅上帝。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屬於這位創天造地的上帝。呢個嘅上帝係我嘅神，這位上帝是我的神，亦都係你嘅神，也是你的神。當我哋去更加認識呢位嘅上帝，當我們更加認識這位上帝，當我哋係更加呢位即係呢個嘅耶穌基督，更加認識這位耶穌基督，咁我哋嘅人生就會變得係好豐盛噶啦。我們的人生就會變得很豐盛。耶穌基督自己咁講噶，耶穌基督自己這樣說：我來了係叫人得生命，我來了是叫人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，並且得到是更豐盛。所以信耶穌基督嘅人，所以信耶穌基督的人就擁有一個豐盛嘅人生，就擁有一個豐盛的人生。所以咧呢個係一定係會係喜樂嘅。所以這一個一定是會喜樂的。所以咧你信耶穌啦，所以你信耶穌啦，你就會咧係輕省咗呢個世界嘅擔子。你就會將這世界的擔子完全輕省。我哋背負嘅係耶穌基督好輕省嘅擔子，因為我們現在所背負的是耶穌基督的輕省的擔子。所以你見到咧係拎冇手冇腳都係喜樂。所以你看到他雖然沒有四肢，他也是很喜樂的。所以你見到咧係蔡蘇娟佢係見唔到光嘅，日日要喺黑暗嘅房間生活都係好喜樂。你看到蔡淑娟，她不可以見到光，她每一天都要在黑暗的房間裏面，她仍然是這麼的喜樂。你見到咧係輪椅上嘅畫家，你看到輪椅上的畫家，佢係癱咗噶，他是癱瘓的，佢係乜都喐唔到噶，他怎麼樣也動不了的，但係佢仍然可以好喜樂。但是他仍然可以很喜樂。秘訣喺邊度啊？秘訣在哪裡呢？佢就係已經冇咗呢個嘅世界嘅惡啦，因為他們就已經沒有這個世界的惡，世界嘅系統操控唔到佢哋啦。世界的系統已經操控不了他們。佢哋喺耶穌基督裏面，他們在耶穌基督裡面，佢哋已經係揾到嗰個嘅人生真正嘅喜樂。他們已經找到人生真正的喜樂。
所以我就盼望咧係今日同我哋一齊聚會嘅每一個嘅朋友啦，每一個弟兄姊妹啦。所以我真的很盼望今天和我們一起聚會的所有的朋友弟兄姐妹，都係更加去認識耶穌基督，更加的去認知耶穌基督，讓我哋嘅人生係更豐盛、更喜樂。讓我們的人生更加豐盛，更加有喜樂。我哋一齊祈禱下，我們一起禱告，愛我哋嘅主耶穌，愛我們的主耶穌，多謝你，謝謝你，因為你嚟呢個嘅世界，因為你來到這個世上，就係為咗將豐盛嘅人生就是為了要將豐盛的人生賜俾我哋，賜給我們。多謝你耶穌基督，謝謝你耶穌基督，因為你將我哋世界操控住我哋嘅擔子拿去。因為你將這個世界所操控我們的擔子挪開。今日我哋要聽你嘅說話，今天我們要聽你的話，學你嘅樣式，學你的樣式，柔和謙卑。柔和謙卑。我哋唔需要再向人去證明自己有價值，我們不需要再向人去證明我們自己的價值，因為喺耶穌基督裏面，因為在耶穌基督裏面，我哋知道我哋已經係有無限嘅價值。我們知道我們已經有無限的價值。多謝耶穌，謝謝耶穌。祈禱交託，這樣的禱告交託，奉主名求，奉主耶穌名求，阿Amen。門。好，多謝大家吓。謝謝大家。下次咧就同大家分享另一種嘅苦難嘅一啲嘅信息。那下一次就會跟大家來分享苦難的另外一些的信息。好。
多謝我哋嘅團牧李志峰牧師嘅勸勉，再次歡迎大家參加我哋澳洲傷健家庭福音團契今日嘅聚會，尤其係第一次嚟參加嘅弟兄姊妹同朋友，希望下次都能夠見到你哋。如果你哋想認識我哋團契多一啲嘅，請大家瀏覽團契嘅網址係 www.gff.org.au。 我哋團契30週年嘅感恩聚餐定喺2月27日晚上舉行，要視乎新冠疫情嘅情況而定，亦都係請大家瀏覽我哋團契嘅網址，攞到最新嘅資訊，就係 www.gff.org.au。 求主施恩憐憫。我哋下次聚會嘅時間就係喺3月19日下午2點半，又要視乎新冠疫情嘅情況而定，係會唔會係實體嘅聚會。我哋亦都會有同步嘅網上直播，請大家瀏覽我哋嘅團契嘅首頁，係攞到最新嘅資訊，就係 www.gff.org.au。 但願主能夠掌王權，祈求你將新冠疫情早日消除，讓世界各地能夠回復真正嘅平安、自由嘅生命同埋工作。喺2022年，我哋可以齊心建立更美好嘅社會。我哋大家同誦主禱文。我哋在天上嘅父，願人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嘅國降臨，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哋日用嘅飲食今日賜俾我哋，免我哋嘅債如同我哋免了人嘅債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，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希望喺3月19日可以再見到大家。再見，今日嘅聚會現在完畢。